原本以为7月7日打掉10艘俄影子船只就算完了，没想到后续又干掉11艘油轮。截止7月8日亚速海战斗结束时，俄军一共损失19艘油轮、1艘干货船和1艘渡轮。也就是说，2天内俄军整整损失21艘轮船，这个数字无疑创下了现代海战纪录。乌军则损失大量 FP2 型无人机，如果按数量来算的话，可能俄军仍然占据上风。半小时前，乌克兰 SBS 刚刚公布这段视频，展示了打击其余俄影子油轮的过程。飞手仍来自乌克兰414旅马扎尔鸟9营凯洛斯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支持。Ждут нас.